今集咧就歡迎 Alex 咧就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啦。咁 Alex 咧個職業咧就係做一間船東公司嘅營運經理。咁可唔可以講下你究竟呢個工作嘅範疇啦，同埋日常涉獵嘅工作嘅職責係啲乜嘢嚟咧？係咁，首先我本身公司係一間乾散貨嘅船東啦。咁咧主要就係運載呢一啲大宗商品原材料啊，例如糧食啦，例如係鐵礦啦、煤啦，或者甚至一啲嘅我哋叫 minor bulk 啦，啲雜散貨啦。咁我主要工作其實就係管理所有嘅船隊入邊嘅日常嘅營運嚇，無論可能同租家啦、代理啦亦都可能同保險公司啦、律師啦，因為都涉及好多嘅相關行內嘅一啲嘅法規啦，咁同埋都會處理好多船上嘅一啲有關商業嘅事情嘅。咁所以基本上咧可以講係24/7，因為船咧嘅運作係24小時嘅，所以同埋唔同時區啦。咁所以本身嘅工作咧係都好富挑戰，因為基本上船咧都好多嘅事情咧係我哋都冇諗過會發生，但係就真係會發生。咁所以係啦，自己都係去確保船咧能夠安全將貨物同埋人員咧由可以講由裝港去到呢個嘅卸港，而且完成整個航次，並且能夠讓整個合同咧係有盈利地完成嘅。咁呢個我諗比較準確啲去講我嘅工作。頭先你提到啦，就要去運唔同嘅貨，又乾貨又散貨，又接觸唔同嘅單位啦，牽涉到一啲法律上邊啊、財政上邊啦。咁亦有啲船咧要去到遠洋咁遠喎。咁我就想問你，如果你喺面對住咁繁重嘅工作上邊，有冇一啲特別嘅挑戰同埋困難喺你個工作崗位上邊咧？都有啊。咁因為正正我哋呢個行業咧係一個與國際啦或者世界經濟咧直接關係。咁嘅可以講同地緣政治係直接關係。咁特別係打仗啦，特別係疫情啦。咁其中一個就係 COVID-19 嘅時候啦。咁好多國家包括香港其實都唔容許換船員。咁其實我聽過新聞係好多船員因此唔能夠換。咁變相我哋作為船東又要確保佢合乎一啲嘅國際公約，讓佢咧喺足夠一啲嘅時間入邊咧要換。但係奈何喺好多國家都唔容許嘅時候咧，呢個都成為咗我哋喺行內邊一個好難要解決嘅問題。咁嗰時就會產生咩一啲擾航嘅情況。咁同埋打仗啦，剛才講近期除咗烏克蘭，仲有紅海近期去到呢個嘅波斯灣，其實好多呢啲嘅問題都會影響到日常要去面對啦，同埋確保嘅船員點樣安全去渡過呢啲嘅海域啦。呢個係其中一啲嘅挑戰。明白。咁喺你嗰個日常面臨好多挑戰啦，其實係你點樣去克服呢一個困難啊？我想問你。我諗如果喺知識上面啦，咁其實係作為船都好多嘅資源，包括我哋有我哋叫做船保社啦，或者 P&I Club 嘅俗稱，咁又或者有法律嘅顧問啦。咁當然壓力上咧，我諗其中一個就係即係同伴同埋上司嘅一個團隊好重要。咁往往船東咧其實人咧唔多嘅，咁我哋其實個團隊都係好強嘅。咁即係講緊就係可能每一個決定可能好快就同上司去傾，咁然後盡快希望作出個決定，及時能夠回應嗰啲可能都未見過嘅問題，係啦。咁而家好興就係話我哋講一啲叫做講創新科技啦、人工智能啦。咁可唔可以應用到你？譬如你喺做呢啲船東嘅公司上邊，會應用到一啲叫做高端嘅科技嘅嘢咧？我想問你。其實如果講類似 AI 咁樣咧，其實呢一類嘅技術咧喺早年咧嘗試比較先應用喺咧航海嗰個嘅技術包括天氣嘅預測以及航線嘅選擇。咁因為佢用好多大數據，唔單止一個天氣預測入邊更準確，包括埋用現時嘅衛星，繼而咧希望用一個最適合嘅速度、油耗同埋嗰個嘅航線咧希望為嗰個嘅船程咧個規劃做安全。咁後邊咧近年因為 AI 嗰個盛行啦，咁特別係對於市場嘅預判以及喺呢個咁透明化嘅市場入邊，又點樣能夠一個更適合嘅一個生意上嘅決定？呢個係嘗試喺市場去用緊，不過始終都好多嘅限制包括資訊係咪完全嘅透明同埋準確咧？我諗喺應用 AI 嘅層面咧，係我哋其中一個而家最富挑戰性啦。咁另外一個我諗就係船嘅設計啦。咁其實都係講緊近年咧，特別係喺即係可能環保減碳方面，其實都係嘗試應用一啲嘅科技，希望令到整個船嘅設計希望更減油耗啦，同埋減碳排放係。
其實頭先都講得好好啊，就係話我哋點樣去做到減碳啊，點樣利用一啲嘅科技去預測一啲天氣上邊啦，能夠希望減低嗰個船隻上面嘅損失啦，同埋一啲嘅安全性好重要嘅。咁頭先你提到就係話喺一個嘅管理嗰隻船啦，要牽涉到同好多唔同嘅單位去合作啦，包括有政府啦，亦包括可能係船員嗰啲咁樣咁長嗰啲嘅供應鏈上面。究竟喺嗰個幕後嘅工作有冇一啲冷知識或者一啲有趣嘅故事可以分享咧？我諗作為乾散貨咧，可以有人俗稱咧係整個世界經濟一個風向儀嚇，因為其實每一個嘅生產咧，其實一定係由原材料開始嘅。咁所以以發電為例啦，咁其實好多係需要都雖然我哋講環保，但係始終原本好多時都係用碳煤去發電啊。咁我嗰時咧，我哋都睇到其實啲煤咧，其實幾時開採同埋運幾多咧，係都會已經預計到嚟緊嗰一年嘅發電量啦。咁我諗嗰個影響就係、特別係當一啲嘅航線被攔咗嚇，唔知講紅海或者呢一打仗嘅時候，其實會影響到個運費會提升，因為嗰個航程可能會長咗。咁於是最尾就電費就會提升啦。咁唔單止電費啦、糧食啦、一般生活用品啦，其實所有嘅物價咧都會因為呢一啲嘅問題，因為航程等等嘅問題咧，其實都會因為咁咧，我哋日常生活都可能係會受影響。明白。原來航程嗰個延誤啦，或者繞道啦，都會令到嗰個物價節節上升啦，都會影響我哋日常生活上邊嘅開支，都幾有趣咁樣啦，會係。咁其實你頭先講到就話物流上邊啦，你做船東啦，其實牽涉到有好多唔同工作嘅範疇啦，要有一定嘅專業性啦，同埋經驗。咁其實可唔可以講下究竟喺外來嘅人，究竟點樣對呢一個物流行業有一啲誤解咧？你覺得？我諗第一就係、通常香港嘅一般普羅大眾咧，都一定係淨係對貨櫃船呢個認識。咁其實剛才我講嘅所有我哋呢啲乾散貨咧，其實香港係唔會見到嘅，因為香港咧本身冇出入口咧呢一類型嘅貨物。咁但係香港咧作為即係國際一個航運中心咧，其實我哋都好多提供呢一類嘅叫做 value-add service 啊，一啲增值服務同埋管理嘅服務，即係就自己就正係。雖然船咧唔喺香港或者貨物唔喺香港，但係其實香港咧提供咗好多諸如類似嘅服務，包括有法律嘅層面啦、仲裁嘅層面啦、海事保險嘅層面啦、代理嘅層面啦、船舶管理嘅層面啦。咁其實一般嘅普羅大眾人都未必見到呢一類型嘅服務。咁於是咧就可能覺得船咧就係等於係貨櫃啦，又或者可能咧係一啲比較可能係基層先會嘅，但係其實入邊涉及咧都好多係專業嘅知識啦，同埋啲係都係高增值嘅一啲服務行業嚟嘅。其實都聽過你一輪嘅講解之後啦，原來船都會有乾貨啦，做一啲散貨啦，同埋一啲叫做濕貨啦，即係運油嗰啲咁樣啦，會係。咁其實而家喺坊間，我哋嘅中學同埋一啲大專嘅學生啦，其實都想係如果進入一個嘅物流行業，譬如講船東嘅行業啦，究竟有啲乜嘢嘅課程或者你覺得係活動係需要去自我增值，然之後去進入呢個行業比較容易啲咧？如果係我諗，作為中學生、小學生咧，其實都係對於世界經濟，特別係對於宏觀經濟更有一個認識啦。咁至於課程，我諗係可以參與業界一啲嘅組織，例如香港運輸物流學會啦，例如可能船東會啦，即係啲相關嘅組織，佢哋舉辦一啲嘅參觀活動啦，或者認識一啲嘅公司啦。咁甚至乎我知道，可能大專以後佢哋比較多一啲，可能開放啲參觀，都俾中學生佢哋了解相關課程。例如香港理工大學都有呢個嘅航運學系嘅，咁佢哋其實都間唔中都會有一啲嘅活動咧，係俾中學生去參與，讓認識咧呢個航運界嘅一啲嘅知識嘅。係啊，你講得啱。其實我哋搞課程咧，其實我哋都想搞一啲落地啲啦。公司嘅參觀都係非常之重要咁樣啦。頭先聽你講就係話，我哋有好多嘅物流協會啦，同埋船東學會啦。其實你都有一啲嘅聯繫性啦。你有冇聽過一啲業界嘅人啦？包括你自己自身嘅經歷所見所聞啦。咁而家我哋做一啲船東嘅行業上邊，有冇一啲可以達到可持續發展，係一個為未來嗰個環境出一分力？應該係話，
咁我諗即係首先國際世界組織啦，咁又有個組織 IMO 啦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咧，其實訂立咗一啲指標嘅。咁佢訂立咗包括2030年咧有一個減碳目標，係要讓全世界船東去參與。咁其中呢度咧都帶咗少少就係嗱，呢個咧係我哋船嘅一啲設計嚟嘅。咁入邊咧已經應用咗所有最新能夠讓到個船舶能夠更有效去燃燒燃料啊，務求係咩咧？減碳排放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啲嘅無論係船舶嘅設計啦，同埋頭先講到係一啲航線嘅設計啦，都係希望讓個燃料係消耗得更少嘅同時，亦都讓到嗰個嘅總碳排放咧係減少。咁呢啲都係業界入邊咧嘗試去用唔同嘅部分啦。咁同埋我知道都係喺個燃料嘅使用啦，咁亦都有聽過可能係咁傳統咧，我都係用緊一啲叫做柴油啦。咁但係新一啲嘅課題都講到係咪可以用天然氣啦？咁但係天然氣都唔係完全嘅零碳排放啦。咁亦都一啲新嘅一啲嘅燃料去嘗試我哋都考慮緊嘅即係乙醇啦。咁但係呢一啲好多咧係建基於目前嗰個技術嘅層面應用喺一啲巨型嘅商船，即係我哋講緊以數萬甚至以10萬噸位計算咧，其實目前都仍然係一個技術嘅一個研發或者喺一個應用嘅層面。咁務求目標希望將來咧喺呢10年內啦，我哋業界希望揾到一個能夠真係可持續嘅新嘅燃料方案，讓全世界嘅船隻咧係做到希望係零碳排放嘅。頭先聽你講就係話我哋都船東啊，或者我哋業界嘅持份者咧，都想對呢個環境作出一分力啦。咁呢個都係一個行動綱領啦，同埋我哋長遠發展嘅目標啦。咁 Alex 就想問咧，喺你發展呢個物流行業嘅經驗上面啦，其實都聽到你喺對呢個船東嗰個行業上面好有抱負啦。咁你可唔可以鼓勵而家我哋年青一代啦，究竟會係點樣能夠加入呢一個物流行業上邊呢？好啊，咁首先我覺得最緊要係思路要打開啦。我有一句我成日自己都係記得好深刻嘅8個字，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盡量去吸納唔同嘅新嘅事物，特別係世界嘅一啲嘅局勢、政治、經濟，以至咧當進入到呢個行業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思維咧係遠遠比知識更重要。咁當然啦，硬性嘅知識都係需要裝備，所以咧我都鼓勵如果有興趣嘅同學咧，可以特別係了解香港理工大學有關航運嘅一啲相關嘅課程，因為咧我自己都係當中入邊咧係畢業嘅，咁所以我都鼓勵各位同學可以咧係了解得更多，對呢個行業咧多一步嘅了解。今日 Alex 咧就講咗一個好好嘅故事俾我哋知啦，就係話我哋要增加自己所見所聞啦，同埋要涉獵唔同嘅國際嘅時事嘅新聞啦，能夠可以積極裝備自己，為呢一個物流行業啦，特別係一個船東呢個行業上面，其實係一個環球性嘅商貿啦，咁能夠可以為自己為一個嘅業界可以作好一個準備。多謝大家。